再来看宜兰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地木池，因为含这个恶残的狗仔有烧炭，有一寡人伫咧外口放生的这个鱼仔，就会对这个水流收入来到遮。即马内底已经有40多种的外来种，已经严重来影响到原生鱼仔的生存空间。所以林业署就规起来办钓鱼比赛，开放互民众把外来种的鱼仔全部拢钓起来。 把钓管游出去，开始加线。无计四脚伫水底游，相外来种的鱼仔来食。林业署宜兰分署2日早起，伫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边仔举办钓鱼仔的比赛，请70个人来参加，做伙清除边仔内底的外来鱼种。泰国鱼啊！这尾泰国鱼虎有40多公分长，比赛开始无偌久就去用钓起来，攻击性真强。等测量记录了后，就会回收过制作，成做鱼肥。来参加的民众嘛，分享钓鱼仔的美感。 譬如说，我用这个是拖拉机的，那就是它会比较会激起它们攻击欲望，因为它是外来种，它们的侵略性比较高。技巧就是模拟这个假饵，让那个鱼虎外来鱼种泰国鲤，它可以把它吃下来，我们再把它拉上来这样子。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边仔，因为甲阴残的大牌有烧炭，加上民众乌白放生，经过调查。 发现已经互泰国鱼虎、甲类鱼科等要40种外来种的鱼仔入侵，因为这鱼仔是真大只，严重影响红目蜇仔、甲这个鱼等原生鱼种生存的空间。所以林业署连续2年举办钓鱼仔比赛。除方是曾经有做过一次是全面的网捞，那全面网捞部分把外种移除，但这样的控制也只控制了2年左右的一个族群量，它就全部又恢复成一个原状。 林业署表示，过去捌用真侪网仔来捕，想要把这个外来鱼种清除。不过2年了后，因的数量就搁恢复，可见别人有外来种入侵，要恢复原地的生态是真困难。办钓鱼仔比赛，除了要控制外来鱼种的数量，嘛要甲民众宣导唔通乌白放生的概念，做伙来守护生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